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嘅黃澤濤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嘅話題，就係多元文化啦。首先，乜嘢叫做多元文化呢？多元文化就係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國家、民族、語言同埋習俗，每個地方嘅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、衣服、音樂同埋食物。例如日本有壽司，印度有咖喱，葡萄牙有葡撻，全部呢啲都係唔同文化嘅特色。我哋每個人都唔一樣，可能係膚色、語言、興趣，甚至乎習慣唔同，但係呢啲唔同就令世界變得好有趣，就好似彩虹有唔同顏色先至咁靚。如果世界上嘅人都一模一樣，咁就實在太無聊啦。咁我哋可以做乜嘢嚟到去欣賞同埋尊重多元文化呢？首先，我可以多認識唔同國家嘅文化，例如嘗試唔同嘅食物，學習簡單嘅外語，聽聽世界各地嘅音樂。其次，我哋要尊重別人嘅習慣同埋想法，互相學習，做個有愛心嘅人。總結嚟講，多元文化可以令世界充滿色彩，讓我哋打開眼界。我哋要學識欣賞唔同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多謝各位。